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安早，大家好，欢迎收看6月除夕拜四嘅客家清新闻，我係陳建州。當日嘅早晨9點半，客家清新聞都會喺明路巷帶嚟了解有關武漢肺炎疫情嘅清新消息。喺近邊呢，一個客家清新聞一開始呢，先帶電大家呢來看一段較輕鬆嘅樣片哦。呢個樣片呢係發生喺荷蘭嘅一個遊樂園，係我哋尤其呢一個畫面當中情形呢，為啲防疫期間將看得到，一下呢就停電來看一下。而家喺啲畫面當中呢，就你看到呢一個啲荷蘭嘅遊樂園，現在呢啲武漢肺炎防疫期間，啲民眾呢都冇辦法去到幾片流料嘅。故此呢，業者呢就啲一個元宵比茶當局呢，用定下按多當地面下嘅人工嘅來製作一條人口。然之後你看到呢嘅畫面非常嘅地面下嘅人工呢，會停定一個元宵比茶，一年見分來分去來做來體驗呢一個做元宵比茶。其實呢，也咪係業者。特別啲防疫期間想出來嘅，希望呢大幫愛用嘅方式呢來輕鬆一下，咪係啲防疫期間來教一下神奇哦。好，今日呢也睇樣片過後呢，喺韓氣呢為強用這個來關心到國內有關武漢肺炎疫情嘅清新消息。啲錯別時間呢，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係宣布講。台灣疫情韓氣同溫天，強用呢都韓氣無新增加確診個案，韓國呢都也為止呢，因國內呢將春末13日韓地隔離治療當中，有希望呢東江呢，因台灣呢就會變做完全無隔離平人愛用的國家，正經係表現非常嘅讚表。而家呢個防疫其實呢，台灣呢算係當成功哦，算係有啲嘅成果。唔過呢，一個防疫嘅腳步還係總得停下來。啲所別時間呢，一個指揮中心就同大家講嘅，嘅相關嘅疫苗韓國嘅藥嘅係親密呢來對抗這個武漢肺炎唯一嘅方法。而啲相關嘅藥嘅同疫苗嘅研發進度係樣嘅咯。下來就來看呢新聞報道。可能初三係零確診，未係第52年無新增加武漢肺炎本土確診病例，全台確診人數維持到443個，有7個人死亡，還有8個人待檢治療。在未來哈，他還是要期待，就是說要有相關的疫苗、藥物哈，相關的這些的研發，哈，才有助於哈對於整體。疫情的一個控制。指揮中心研發組組長，被係國衛健院長梁剛毅帶來好消息，需要國衛健做研究，然後到開發武漢肺炎嘅預防針。另外有3間先進業者未進行預防針嘅開發，馬上今年9月就開始臨床嘅人體試驗。第一家呢預定是今年下半年啟動人體臨床試驗，第二家也差不多第3季，就從9月開始。那麼第3家呢，希望說年底開始進入到臨床試驗。梁剛毅表示，人體試驗第一、第2期會透過關內情況嘅人來測試，第2期接受測試嘅人數差唔多40到60，主要看預防針嘅反應、安全性，會主要看有抗體冇。第2期人數100到200人，主要評估預防針嘅效力，還有人體免疫嘅反應。到第3期為規前嘅民眾來測試，可能會用隨機、數網亦係對照組嘅方式來進行，主要評估預防針嘅保護力。考慮到國內嘅確診人數太少，下禮拜會同國際合作。那可能就在歐洲進行了。我們盛行率低是好消息吧，對不對？現在如果5000個裡面接受疫苗以後，它結果只有2個反應，沒有接受疫苗有3個好了，在統計上就很難說是不是有差別了。另外，預防針呢是實相信咯，用강毅強調，然後來看臨床試驗嘅結果。因此預防針嘅對象係人，有安全膜，還有有效膜當重要。喺工作下有宣示，在明年4、5月第3期臨床試驗結束了後，並無排除同步量產上市。記者賴秀文、彭耀祖台北報道。今日面對一個武漢肺炎呢，嘅唔單止呢，全世界同地進行一場防疫戰，其實呢也咪係一場防疫比賽喲。但係國家呢都搶緊呢，希望呢各地位留疫苗韓國有藥嘅加加研發出來，現在呢嘅相關嘅治療方法，第一下已經係喺案例化情形，其實呢係非常有成理可做。而家看到蘋果日報近期同大家帶來嘅消息，其中講呢，喺台灣嘅疫苗希望呢啲高定年呢新年呢做點來試試，嘅假設呢試試以前其實呢。簽注以後呢，就會為啲先前呢，我先來進行一個
临床的人体试验。因呢台湾一部分呢是按算呢爱啲秋天，我就会寒天为了进行相关的人体试验嘅。不过呢，喺全世界呢，针对一个研发比赛呢，其实呢啲英国鸦片呢，其实呢局部喺行啲卡头前呢，就讲啲英国的牛津嘅片，希望呢有希望啲今年呢10年呢就开始呢嘅疫苗就会研发出来正式来使用嘅。喺针对呢英国女嘅研发进度，呢指挥官陈时中就同大家讲哦，一下呢日嚟疫苗呢为了做人体试验嘅时间呢，请主要呢就係看2件事情，一呢就係看日嚟疫苗呢到底呢保护力有那么。韩国呢加有完全冇，其中有呢韩外看呢一个疫苗呢其身上的空气呢做对防嘅到一条相关的偏痛冇。韩国呢尤其呢会看一条疫苗对人体会造成乜嘅副作用，会造成损坏冇，一下呢嘅相关的研发单位，一下呢请外来注意嘅。而家包含嘅呢國衛院，韓國有中央研究院，然後韓國有3件嘅廠商都啲見。針對疫苗一部分，已經有階段性成果。嗰種呢都希望講呢啲清潔啲秋天、寒天嘅時節，我嚟進行人體試驗。嘅陳時中就強調嘅，一下呢輕重要呢就係為看一個有安全冇。韓國呢嘅假使呢對高天然嘅疫苗研發出嚟過後呢，嘅差唔多呢一塊是呢，會先新鮮來生產28萬門呢，用以防沙，會先撥一條醫護人員來做。嘅醫護人員啲醫院鴉片先建立嘅保護力過後呢，再來呢就係講一條慢性病嘅病人，還個有免疫力較大老人家，會係先來做預防沙一條對象哦，也係針對英國女有關治療武漢肺炎疫情嘅進行嘅研發進度。其實呢，台灣呢啲防疫期間唔但相對最尾一部分表現都同好，也呢啲疫苗一部分其實呢咪睇得到國際嘅腳步哦。希望呢下來呢，啲國產嘅治療方法一部分做得更加呢有成果，安尼呢將做得呢有辦法有效嘅來主動武漢肺炎疫情對人體對所有民眾空間安全嘅威脅。好，下來呢，我這個來看到呢，就係講，其實呢，也建議眾多民眾就開始來注意到，有眾多嘅公家機關都緊啲討論講，下來呢，啲2年初期，咪就會指揮中心講，為來睇解封日咧，就會來多嘅。嗰種呢，也嘅其實呢，相關嘅單位係嗰種嚴查都基建準備等呢，我來配合一啲基建，我來希望呢，老家嘅先前呢，做到影響嘅一條經濟同生意，我更加牢記這個帶動起來。從交通部呢就近期提出嚟完善關於旅遊嘅相關措施，係對今年初一起始就開始來實施。韓國愛用嘅補助方案呢係啲平常日，我就係禮拜6日，一部分呢都做得呢來申請，民眾呢都享受到相關嘅補助。幾家民眾呢係自由行嘅話呢嘅意見檢房呢會補助1000元，韓國呢假使呢係旅行團，就係講1年呢會大3年1年會補助700元按度，按用嘅完善國內旅遊嘅計劃呢，按用嘅提振興計劃會進行到10月底，也就係講提醒民眾，下來呢就係講一個5日節連續假期，韓國有暑假就會到來嘅，給民眾呢假使呢一波嘅冇辦法出嘅流料，到咗呢啲國內呢用一條相關嘅完善國內旅遊嘅計劃，做啲呢來申請補助哦。佢針對政府提出補助嘅話呢，一下呢有動到嘅旅行社，韓國有啱查，咪希望呢上架條迎合，嗰種呢架條呢沒有提出其他優惠措施哦，從啲旅行社就增加講會提出另外嘅3批券，韓國有啲飯店鴉片呢，簽到嘅優惠嘅折扣，簽到會到3折按帶。全港嘅英國女動態建的旅遊公司雄獅旅行社，而家呢啲籌備嘅時間呢就宣布講會推出增加嘅優惠3000元。假使呢喺年底以前呢去到其他嘅網站上來聽檢房，也係買相關嘅旅遊套票嘅票券。嘅假使呢去而家就會官網當高呢來登記，唔就做啲呢得到3000元，加條加送3000元按用嘅優惠券。嘅假使呢100消費有5000元，亦係會另外送500元按用嘅折扣。假使買3000元會送300元按用嘅折扣。嘅民眾呢假使下一步嘅有按上嘅出去流料，到咗呢來好好來注意嘅相關業者提出嘅優惠措施哦。
和嘅有关于旅游的部分。然后呢，到6月初期，其实呢还有大规模基金的部分哦，向民众呢来注意哦。佢对民众呢影响较大部分，可能呢就会啲台中运输公器鸦片呢，也帮呢交通部呢开始来解听呢，就讲针对台中运输公器也系有求一条所在，也呢民众呢假使要去坐高铁啦、坐火车都系带定最严哦，喺全场爱带定最严嘅。到6月初期过后，民众呢希望入去参门的时间带定最严嘅，喺坐车时间呢就做得唔是带嘅，可能期间呢想爱带也系唔想爱带都做得。如果你清楚有人就讲唔啲入去嘅时间呢会带定最严嘅，有啲呢係清楚有人係會確保講80年成行呢都有帶定最嚴嘅，假使呢唔隨時愛帶就有好帶哦。然後呢，韓國有從松鐵啦、高鐵、台鐵啦啲查控，就早啲開始來買東西，本民眾來食咧。然後呢，韓國有同多民眾同關心，就係講啲連續假期啊，從係高鐵嘅部分會賣自由坐模。也呢一個相關嘅交通業者都開始啲見啲準備安全講，可能呢接下來啲連續2年都有機會來賣自由坐嘅。唔過呢一下呢還係有啲限制哦，清楚有呢就會希望大家呢會保持相關嘅社交安全距離。故說呢大병查字還係會保持輕度還係強度的有123人邊呢唔好超高。希望呢按呢你唔好睇減啲防疫一部分還係做為到嘅，也係針對青年主義解放嘅相關措施同大家來做提醒。好，然之後呢，我就同大家呢來講到，就係一啲正行健嘅部分，一啲正行健嘅大家也一步嘅檢討論了。就係講呢，一啲正行健提出過後呢，有同道嘅業者係董其他沒有業者出到講冇賣禮片哦。也呢，也嘅聯合報期帶來嘅報道，就係講，其實呢，嘅先前政府呢同大家講，嘅正行3批件係總嘅呢啲用路後買東西嘅。唔過呢啲也嘅呢有講嘅假使呢，就係講，假使唔有實體嘅商店，唔要有啲用路後買東西，一部分呢係做得來開放嘅，還係清楚有呢外觀也嘅統一變好。唔過呢，也嘅經濟部嘅重新檢討嘅措施過後，又發現一樣還係做唔得。幾條呢就因為講有動到嘅語文發通，仲係講演唱會嘅門票，係我哋仲係一條歌舞劇啊，幾條呢都為啲用路後來買門票，一部分呢上係用路叫換幕。唔講呢，認真講，一啲正行嘅相關嘅行業呢，其實呢係有包含語文發通嘅。故此呢，一下呢嘅經濟部就有來討論咯，嘅針對用路買門票嘅部分，而下來呢可能會交辦一條文化部，我就係教育部來研聽咯。亦都希望呢相關嘅部會針對語文、體育、旅遊一條相關嘅票券嘅價值呢，外地用路好買。希望呢從一條相關嘅部會會先停止3類嘅拍名單，嘅價值呢有啲拍名單都好，嘅相關嘅業者將做啲來買。如果你價值呢唔冇通過一條從係文化部、教育部相關嘅研聽，唔冇得到許可，一部分呢唔係做唔得啲用路好來買，係做唔得啲用正行3批件嘅愛用嘅補助範圍，一部分呢咩搶。唔但向民眾愛注意，連業者未愛來注意嘅。喺針對正行3批件嘅部分呢，其實呢也有同業者都希望政府呢做嚟擴大嘅正行帶動經濟效益嘅呢條。嗰陣呢要同業者加條去設價，另外要增加郵費，要呢條郵費呢，一下呢就嚟看呢新聞報道。810萬3千正行3批件清一色唔正式實施，唔過基金用銀行先開始做嘅。本單嘅銀行信用卡收費3000元，除咗拿到政府嘅2000元以外，做得再有300元回饋金。另外新申辦嘅銀行做得另外有1000元現金回饋，就係收費3000拿3000。你在這個飯店刷個3000塊，又符合台新的這個早鳥的優惠，幾乎是沒有花半毛錢，好就可以這個達到這個相關的一些服務，然後也可以領取到所有的這些政府以及台新加碼這個優惠。利用入站嘅加碼，另外推出郵批券3000元，就從6批券同樣，希望年代以前啲官用資本，清代做得大3到4折。現在呢，旅客只要下單，馬上就可以取得這樣的3000塊的優惠方案。這次的優惠方案呢，從原本的折扣價，我們已經做到4到5折的優惠了。現在再加上這樣的一個加碼優惠券，你還可以使用到甚至是折扣到3折到4折之間。
用电子检钱来收费没有违规。财政部先前收18大公共银行开费，规划透过台湾Pay推出多重优惠，收费满3000，除台政府2000元，Q 用户加码回馈300元。另外，新用户还做得100元回馈金，同时还有机币出 iPhone， 差也得太奖。要是跟我们合作的商家呢，那我们就可以提供最高20%的回馈。或者是买1送1的相关的优惠活动，总经费达到新台币1.25亿元。政府希望正现审批券做得帶通1000億元嘅收費，不過工商協進會理事長林柏峰講，效果唔當發現金，各位發嘅時間太慢咧，收入的措施冇辦法恢復台灣嘅經濟。台灣總共是2300萬人那麼我想振興券國內使用是正面的。但是不足以恢復台灣的經濟。林柏峰認為，針對弱勢，政府應該提高振興券嘅額度，爭做得上人來買。各位政府按上審批券，做得創造1000億嘅經濟效益。佢認為強迫無按樂觀，但同類時聽出要看政府後續嘅配套，唔過經濟全面復甦，還係要看出口，同全世界做生意，台灣嘅經濟將會有希望。記者綜合報道。其實唔對呢，一個振興審批券呢，有當多人揸家條呢就提出當好抗嘅優惠哦，咁民眾呢做對多多呢去注意哦，咁無強用嘅消費呢，無強用嘅行業呢，都有無強用嘅優惠嘅方案哦，咁民眾呢現在講一下嘅1000幾件有卡得咧，其他睇價呢做咧啲價啲睇價呢負擔嘅人嘅方面都好呢，多多去消費，對天數貴女嘅按度按辛苦嘅壓榨。好，然三來呢，為這個來看到中國時報同大家帶來嘅報道，也批評講一啲振興審批券係行政院帶頭來違規，也用嚟來違規咯。其清楚樣呢係認為講一啲振興審批券呢係民眾假使呢為兩道資本，就要先出1000元按用去同政府呢來換3000元按用嘅振興審批券，亦認為講一啲手機非常認為講。按用呢，其實基本上係一種離券按用嘅方式，喺民眾自家出錢來買離券呢。唔過呢，有啲振興審批券呢，政府喺規劃講都用嘅期限呢係到年底，嘅行政院嘅手機費就認為講，一個離券啊係不應該有使用期限呢。嘅民眾呢，假使買轉去過後，無論哪種時候用都係做得咧。嗰種呢，家條就認為講，政府呢係帶頭來違規。韓國呢有見呢，假條一下咩董小講嘅價值呢，民眾啲年代以前價值呢一條消費振興券呢無實體無用體運用價值呢，就得來推薦麼？假條呢就認為講，一啲民眾呢清少沒有出1000元，嗰種呢嘅價值民眾呢嘅無實體還有存1000元卡價，嘅政府呢咪應該為推薦推1000元本假條嘅，也就係合乎保障到消費者嘅權益咯。假條呢一下提出嚟相關嘅義務過後呢，係希望同政府來呼籲講，一個推薦無就係使用期限，希望呢政府呢為這個來面診啊，好好呢來檢討，看韓做定用嘅來調整，來保護所有按辛苦嘅消費者。OK，以上呢就係見啲客家新新聞同大家整理嘅相關新聞重點。相信新朋友都會下晝2點繼續收聽呢客家新新聞同大家帶來關於新鮮嘅疫情發展。客家新新聞，客家 Live， 本唔新鮮嘅疫情資訊。我係陳彥祖，我係希里定。當日早晨對報紙條版來關心國內外有哪條重要消息。下晝2點要開記者會，隨時同樣路況來關心疫情嘅新情發展。請收聽客家電視 YouTube、網站、Facebook 還有 Telegram，隨時掌握客家新新聞。